剛剛大王先行告退，項少龍一家都已經錄完啦。Let's go。下一世別理誰要高祖，別要賭，天命最高。誰和誰終究都指定天地好利好利。天命，誰能扭轉運程？誰無誰，亂局亦一樣入定。誰在篡改劇情？別高興，別以為調始祖，萬歲千歲都會依你意願來營造。下一世別理誰叫高祖，別要賭，天命最高。誰贏誰，不需一兵半卒便命定。他年輪迴今世劇情，誰望誰，亦在歷史下效命，殘酷過。